醉酒斬死姊妹。二哥話：我都唔知發生乜嘢事。疑犯二哥尋日中午被押返現場重組案情，走嗰陣佢好激動，不停用普通話講：我都唔知發生咩事。民事四子弟多年前為咗爭過咗身4年嘅媽媽，留喺惠州惠城區下角呢間800尺嘅屋仔，唔知嘈過幾多次㗎啦。咁導火線就係3日前，大家姐同四妹揾人賣晒屋企嘅嘢，二哥返到嚟見到，即刻嘈起上嚟。佢一路飲白蘭地，越嘈越興啊！保安見佢成身血，心知不妙㗎啦，走到單位一睇，我老婆話：點啊？我真係死咗，我係真係死咗個，後來咪馬上打。殺咗親家姐同細妹嘅二哥就行到200米外嘅派出所，講咗句：我殺咗人，之後就冧咗啦。真係悲劇啊！幾個家庭就冇咗啦。據了解，佢哋嘅媽媽10幾年前用萬幾蚊買咗間屋，之後帶住5個仔女去香港同丈夫團聚。冇幾耐，兩夫婦同有毒癮嘅5仔先後過世，3女又有精神病。上年因為刀傷前夫女友被判監3年，剩翻低大家姐同四妹。但就因為老二獨霸一半業權，反目成仇，仲趕走埋老二嘅租客。每次翻嚟都嘈啊，做打殺咁啊！為咗呢啲房產，一10零萬你亦冇必要啦。而家搞到家散人亡。二哥被押走冇耐，家人就嚟到拜祭。用我又吸啲，依家咧翻嚟拜祭㗎啦，做個安心上路啊，唔好乜嘢啊。據內地律師話，法律已經規定遺產係由子女平分㗎，不過惠州習俗就傳男不傳女，可能因為咁搞出今次命案。